们评审没有哭。其实我当场叫，一喊我去看到小 K 老师，你知道凉茶当场吗？你看那真的很像，哪里像？太远了。春风流散来过。刘皇祖唔会勾了参加传统组，我都挑战一下。哎，唱的还不错啊，很好呢，好像比流行组的冲给好。真的。来丢闹热喽！三姑娘那冲啊，心路开哟，无唱歌的心爽，闹热到你退，闹热強下來。有天朋友大家好，我係馮富華。來，今仔大家好。哎呦，嘿呀，也來到呢流行組的保庇正8歲，利用管避免詐送出牌。勇氣啊！利用管耶。對，年輕有為哈，有上癮啊，你按厲害啊！哎呀，而且我厲害到我從之前的比賽到一下，馬上就改變佢嘅唱法咧。2、3禮拜天佢就改變了，就 keep 速度。你看金木那边，这好像什么家族区啊，还是什么？好，这个你们只有他一个人亮晶晶在那边。好，没开心哦。不是，人家今天有一个新朋友了。嘿，新的朋友，新面孔呢？嘿，不是雷哥的哦。不是雷哥。咁有雷哥冇吧？哈，冇嘛哈，也上了一斯文啊，一枪瘾哈。那你冇枪瘾讲清楚了。好了，他比赛之前的介绍呢，评审先生。好，欢迎齐嘉宾先生、钟弟先生、尤少奇先生、王丕樹先生。好了，好来，好，先生介紹題啦哈，馬上進行佢嘅比賽。TVB 類似新祝福口，原見比帶來永遠。好，來彈看啦高鐵午夜前，經營夜天，喜愛最每一百件已見面，你小小嘅起啲門前，肯定愛越行越遠，唔過愛離開你幾多年，人哋嘅心含係陰強片。看到你嘅種遙遙嘅遠，群群嘅雲個暗動煙，吃飽睡就唔攀登，搞為愛總也是才無欺騙，雖然愛離開無下暗動煙，一片愛嘅心含怨與你去強姦。相遇嘅眼骨頭，就看你嘅相片，倆嘅一啲天同嘅緣，唔是雜個母子連連，愛會散漫個語言，等愛你重逢見面嘅時間，愛的眼倆聲音，一定會好好來。記得你只想嘅永遠。新朋友啊，來自越南的朋友哈。阮先生，阮我那天問過那個真的越南的人，我說你們越南大概姓阮的人大概佔比例多少？他說應該40%以上。哦，安陽酸青島呢？哇，你踢敗來挑戰2條歌的呢？
黑吗？你还轻戏佛两条狗完了完了，你看你唱完，这位老师没有哭，你就危险了。那你咋这首歌你的哎呀对啊，因为他是每唱必哭的。对啊，只要他觉得感动，你吃都会感通。OK， 不是你唱的很好，真的。你唱得清后呢？很难得哎，那生面孔，然后一来，哎呦，真的会让我们惊艳。技惊四座哎，唱得算以后呢。头摆如果接去中国比赛嘛，也係考中國嘅也係。考中國。考中國。有參加嗎？沙團係冇？就歌謠班。歌謠班？對。你參加歌謠班？鄉里嘅歌謠班。真的假的？你有興趣參加嘛？好高啊！好高哦。去啊，聽阿公阿婆去。聽阿公阿婆去。哦，聽阿公阿婆。細細嘅時節。凍死嘅時節。凍死嘅時節。夜下時節，還冇去麼？冇去咧，冇去咧。哦，這特別細細耳濡目染啦，看到阿公阿婆。聽阿公阿婆講下。所以一條歌也係幾用時學嘅嘛？唔係。沒有。阿哥誒，算新歌誒，冇一路啦，咩稱不上很新啦。經典歌誒嘛。經典歌。哦啊 ，TPA 因為上會上天師嘛，來比賽。係啊，也係為到阿公阿婆。為到阿婆。為到阿婆。哦。阿婆很健康吧？東健康。因為兩條歌下半馬上啲嘛。啲啊。啲哈。有數可能你節目哈。有啊，哎呦。然後現場讀到幾冇一球啊。哦，因為人家都排到來比賽哦。啊，都表示有實力啦。係啊，實力後讓我排到來。講上一同馬莎打睇啦。有嗎？節目全部東強，全部打，全部東強。你真的你來的不對時間啊！對，人家全部會離開哦。哎，不過你也不容小覷哎，真的哦。哎，也是啦，衝了以後真的。哎，但我們說不準，你要讓原唱說說看。是。好，這樣趙薇欣賞共鳴老師，其實我的眼睛有含淚哦。張慧茹老師啲上講，你叫什麼？我其實我當上叫，一下我去看到小康老師，你知道兩場當槍嗎？罵啥？小康老師，你這樣子，沒有人家第一次來就讓人家這麼受傷，都很帥。不要侮辱參賽者。沒有，你看看是不是很像？哪裡像？你太遠了。我這個位置矮掉到不也看嘟嘟，還有該塊是阿媽妹時間真嘅。莫講大老師你要笑一下，你要笑一下，你牙齒要露出來啊，笑開一點啦，小康老師。完全不像。你要跟他一樣這樣笑開。感覺。阮建維，你肚子要挺出來啊！哎，有槍，你肚子這樣有槍。啊，不然你在這邊看我去。愛出小康老師彈這首歌比較感覺就不一樣。鬧到你不能給我看到小康老師就笑出來。你真的你沒有講，我剛剛就一直覺得他好面熟的。董秋馬啥唱嘛？因為一開始今天的造型吧。哦，給我抽影啊！好，自己找台階下。家父阿媽媽時節正影看到董秋。其實我跟你講，不止跟小康很像哦，還有誰？他跟我們攝影大哥也很像。來。大哥，有像嗎？來，你看，這位攝影大哥，你看，哎，拜託一下，眼睛有什麼問題啊？各位，羅哥，不要走，這邊這個有跟他很像的。哦，爸爸，那爸爸不用講啊，爸爸，我來看真的像不像？搞不好是偷生的也不一定。有嗎？哎，這還真的比較不像，真的不像哎。冇槍哎，冇槍哎，有沒有？怎麼會這樣？你要隔壁林莎阿叔啊，你們都錯了，其實他跟小康老師比較像。所以要問孔鏘老師的是嗎？怎麼孔鏘老師也有事了這樣？哎呦，你兄弟啊！對啊，但是我就覺得小康老師跟孔鏘老師不像啊。哦，也是，畢竟要像小康老師這麼出類拔萃也是不容易，很難的。對，很難。青出於藍，不是，要不要講評？來，這一趴好長。來啦，我知道呢首歌曲，我當叫無糖到參賽者唱嘅，其實我家有感動到，因為第一擺去到呢個舞台唱呢首歌曲，一定有你自己嘅選擇，還有你想要唱歌嘅對象。首先我談到嘅時間，我知道我飲食真係當好，我飲食當雜。還有非常的紮實之外，它有那個穿透力。有當時人講穿透力，唔單止係高音，聽聽你的中
中音、低音或中高音是非常漂亮，那个音域我自己我觉得我都做不到的。TP 黑黑幫你唱到冇愛平你高眼高節，還有列哈跟你的甜筒 Gay 片，你把那个声音有点哭腔，再加上要冲破，但是又没有冲破。列哈跟你的甜筒 Gay 片，不是咋個母子戀戀。我覺得。不管你是不是不小心的，我觉得那个技巧是很难达到，达到那个程度。还有那首歌曲《Hellboy》的层次，你自己做懂后，有一种上爱呐喊，咩係一家心肝都上愛講嘅，對人講嘅話嗰種感情要出來。還有沙來再講，呢首歌曲其實佢較多嘅係唱講法強樣，而啲呢首歌曲嘅故事，我頭前出嘅。要唱要講，你接你講，唱歌係唱講法，講法係唱唱歌嘅。呢首歌曲我知道係當好嘅示範的一首歌曲，頭前特別係頭前，可能經常嘅關係，主角嘅兩邊，佢冇做出嘅層次嘅感覺。你做在第一邊嘅時節，講法較多啲嘅，好，我接龍參水就講。唱一首歌曲，一定要成音歌詞，音都熟來。客家話 GTP 就會講，你講發出來就有音律在。故所講成音熟，呢首歌曲樣版原唱都唔是解樣嘅。唔過我知道第一擺來做嚟唱落安尼，我知道動感唔同。加油！謝謝老師。這位老師，你們覺得他唱歌還有一個可能是傳統？有方面，所以他那個尾音都會拉很長，對不對？這會不會太多？你覺得？我當然我覺得有點多，因為第一次來我知道講，我覺得他想要唱很滿。嘿，超因為我知道，我覺得他有企圖心，所以我不想一次說完，原因是因為我覺得讓後面的有一些壓力在。剛剛一上來啊，試音的時間，我們那個蛤蟆老師，欣賞就講，後面有幾個危險，忍不住了吧？還有另外一個參賽者要注意咯，它其實是有可以雕塑的空間。因為我知道，唱傳統的黑暗搖滾啊，有上時轉到流行過來的時間，它的功力是在的。那我覺得最厲害的部分就是你後面要怎麼樣調整。當然每人來當唱可能些彈傳統的較多，故所講你哋所以講你我家講到嘅所有歌曲嘅成音，你音出唔會有長嘅問題，還有你還有播嘅準音，其實唔是按到。所以羅哥講嘅，其實有些東西就是說話嘛，你不會說歌聽嘅節跟人嘅甜，你唔按你講法嘛。你知道我覺得該斷在一個你覺得要換氣你自己很適合的那個位置。歌聽嘅節跟人嘅甜，你少少嘅，有冇？按你順過來，你就咪唱太長，有一個磨拉氣，好唔好？謝謝羅哥也提醒我，謝謝。好咯，希望你有好成績，謝謝。杜杜後就做的，好。哦，厲害哦，厲害。莊建偉要看分數了。好，莊建偉。莊建偉。好了，你可以改姓好了，這樣會加分嗎？不，看小康要不要加分？小康以後可能可以讓你多踩一次。對，好像畢竟兄弟情。對啊，好 ，OK 了。好，來看一下袁建比嘅分數。哇哦！就是4分呢。謝謝老師。哇，這分數很恐怖哎。第100落嘅94分呢。係咩？哦。而且你看還行嗎？他挑了沒？第100輪，然後你看剛剛佔據我們這一段這麼長的時間。對啊，你來把它拉去繞場，幹什麼？對，趕快回去，趕快回去。哦，是誰也可以啊。坐好了，坐好了哈。對。哦。哇，後面就開始緊張了。多秀吧，哦。對。有幾殺了兩筆。哦。哎呦，這個我們的常青樹哈。呀。萬年常青，希望它。強鬆就好了，強鬆就好了。長長青青的一直保佑在我們的這個頻道裡面。好，來。古球艇帶來，我只在乎你。壓力很大，緊張，壓力好大，壓力好大，是不是？第一次來就讓我們秋婷姐姐。對啊，你是剛你有表演的情況。我會忘記一點點。上次有 Q 你上去做過。Q 上去做過。那就好了。
是，人生一场，有爱就有喜，失去生命的力量也无所谓。亲爱的，莫回忆，唔好本来离开你，除了爱跟感动是失去你。辛苦大家，辛苦先生。经典歌啊，经典歌不过别嘛版本都好听。真的，安尼客家版本没当好听。系啊，请一笔欣赏歌词。歌词哦，压力很大。紧张压力好大。压力好大，是不是？第一次来就让我们秋婷姐姐。对啊，你是不会啦，你们表演的我情况们又忘词一点点。有蒙词哦。哦。跟到彩排时节，加下差不多。真的噶哎，蒙词了。一点点。哦，一点点，这个没想过啦，没想过，那后上没想过不是动强你这个就像这种龟兔赛跑那种蜗牛那种慢慢爬，慢慢爬，已经爬到都到顶了这样子。对啊，就舞台下不会那样用，差一些些了，因为要比清久了呢。系啦，嘿。对啊，你这个，你都比多亚哈，你敢说唔记得歌词？清秀吧，清秀啊，嘿，一唱有歌啦，啊，不过第下摆都会就是低空飞过，拄好又堵到有人蒙词比给他读的，下摆黑暗用的演员呐，冇想过啦。佢本身对于客家歌的要起有热情啊，完全比多人多。啊，是想讲咧，攞了自动活的一个平台呀，哈，是教声音的朗读嘛，在学校有教学生的朗读，然后教声音的朗读，从那客家歌，他们都很。哈会，比较比较快学会，所以就这样。他很豁达，冇相干呐，哎呀，反正挨来5、6年来讲嘛，挨指名都变呀，行个胎，变咗阿凤，卖唱安叫。哎，一个节目5、6年呢，那个真的。其实你要更正一下，冇5、6年，系冇啦。冇啦，是2年lang停啦。6年lang。对啊，2年lang。疫情前冇比吗？疫情前又忘词冇来嘛，后来才来的。哦，又来又来啊！哦，对，这样的啊。来更正一下。哦，冇按叫啦，係嘛？你那么计较干什么？这个啊，冇啦，先来谈公平好了，抢飞欣赏。邱婷姐你好，先生好。哎，唐颖聪哥第一摆，感觉你觉得紧张嘞，紧张了。第一次感受到你的紧张，而且是很紧，听得出来，听得出来。从表情，他在前面走一次，我就觉得哎紧张了。好，真的会紧张哈。对呀。但是我已经觉得你超棒的。其实只有刚刚开始的时候有感觉得到你有点紧张，所以你那个读懂你就处理的方式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因为你紧张，可是你很快的你就正常了哦，你就整个正常的发挥。那也因为你太紧张，所以真的是发生了几乎微乎其微的错，就是忘词。哎呀，你知道你一唱错，我这样。哎呀，我就直接在这边哎呀了好大声，很可惜，因为《两首歌曲》非常适合你，就是你的歌，对，这就是你的歌。其实如果没有忘词，你今天的成绩很好，对，但是我还是想要跟你说，你记得不知道是哪一次，我有问你在这里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企图心？有吗？你说你想做上戏，你想要抽上戏，哎，对。那其实我记得上一次我听你唱歌，就很想要给你一个建议。那相信未来会对你有帮助。就会每一次你在这里，你其实唱了这么久，你有没有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冲歌这个部分，你的优点、跟你的优势、跟你的强项是什么？你低吗？
像迄唔地用诶。有没有唔地？新吃菜啊，起楼洞好宠客家歌啊，我唯一的优势哈，好多个洞夹。哦，对，错，嘿，好多洞夹啦。其他就没有什么优点。对啊，其实当老师在跟你讲评的时候，有没有告诉过你，你哪个地方，你什么地方音色特别好听？啊，你冲口跟时间，哪一句话，我觉得你这个的诠释很好，你这个共鸣在哪里很好？有吗？有嘛？所以你要记得啦，你要把它记在心里。以后，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一首歌，你一刚开始的学习。一听就会听原唱按咏冲，然后你给他模仿学起来，他这样唱你跟他一样唱。但是我从以前到现在，我常常强调一点，就是你是邱婷，不是谁，你是谁？你不是原来的那个歌手。所以我觉得很强烈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把这首歌学会了之后，你要记得每一次来这边评审。老女工，你大概什么是你的优势，什么是你的弱点，你就要在这一首歌学会了之后，把你的优势怎么样放进这个歌的诠释里面。比如说你在高音的某个部分，你的声音特别漂亮，那你就记得在这个地方发挥的时候，你要把你自己的优势整个发挥出来。那比如说你的缺点是什么部分？可能这首歌有碰到可能你比较弱的地方，你就要去想，你要怎么样去突破，去把它做漂亮来。好，这个是我一直很想要建议你的，也是我记得是上一次吧，还是哪一次我听到你学了一首歌，但是我觉得可能你学的这个版本并不适合你，但是你唱法跟他一样，那你就不会拿到好成绩。好，你们每个人在这里比赛都会听到评审，然后你说什么是你的优势，什么是你的弱点，那你就要在学会一首歌之后，把你的优点用在这首歌上面，丢掉那个你原来模仿的那个主要的那个这首歌的原唱，除非它本来就很好，那你也可以驾驭得很好，那就很好。但是如果这个歌它有什么问题，那你就要在这个诠释的部分把你自己的优点放进去。好，我觉得这样才会对你在未来比赛会有很大的帮助。好，那今天比较可惜，但是前面还是唱得很美的。好。好，西蒙先生。那跟这个，上次有救你上去做过吗？有上去做过，那就好了。有点不想看呢。好了，好了，看一下古球艇嘅分数。哎呦，可以啊，做对了，92.5分。淘汰了啊。不会，唔好聽啊，香港人要閃殺呢。後面有3個啦。香港人要閃殺，難保沒有意外。冇啦，92。對啦，他們都很厲害。92.5。我一聽有人同評分啊。對啊，92.5。評分就留下來了呀。如果被淘汰的話，也是與有榮焉啦。係啊，沒算清過分的呀。對啊。西蒙啊，好，西蒙。嘿，9點之前可以啊。淘汰感言嗎？啊，感言啊，等下，如果真的被淘汰，万一有的話，再讓你講淘汰感。好，西蒙。好了，還冇一聽啊，冇一聽啊。現在講太快了，你幹嘛妄自菲薄啦？對啊，說不定等下又有人忘詞。我們每次都一語成讖。你看多壞啊，這個嘴巴。羅哥講才準，我講都不準。哎呦，我真的聖旨嘴，我跟你講。真的，聖旨嘴。好，沙雷，要不要停？待雷，你冇講，你知嘛？沒有。哦，要不要停？待雷 ，Rock and Hugga。好來。桐樹開花，愛上蒼地嘅 Rocking Hugga， 媽媽講呀係千年文化，千萬種的精彩變化，崇拜 Rocking Hugga， 唔是見笑我咪留你窮下，講啦。
冲的那个 rockin' 客家，妈妈讲也是千年文化，千万总得青菜中下，你去东山，桐树开花，爱上冲的那个 rockin' 客家，妈妈讲也是千年文化，千万总得青菜中下。哎呦，你不如唱跟我团的主冲嘞，有一点，头发太短了。哎，某一天呢，不一定需要，是那种。啊，对，我刚其实有看到有那个阿叶的感觉。哦，真的哦。有哈。我其实玩乐团最一开始就是唱阿叶的歌。抱歉，我不是个老实歌手。那是骂12、3。哦，对不起。对不起。没有关系啊，差不多。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他还有什么？你是说骂12、3吗？还有不是？还是那个阿叶？那个希望你回来啊。好，怎么唱？希望你回来。哦，有听过。哦，那你有听过芭蕾吗？芭蕾，咖喱芭蕾。有唱歌哎，有没有唱歌？你跟阿叶一样红啊。你不要教坏小孩子。不会啊，包人用哎。我跟阿妈很喜欢看那个大牛比较懒。你阿妈真的？对，你说你阿妈吗？我刚刚有听错吗？所以阿妈看你都会走开，是不是？那是适合合家观赏，以前那个频道比较不适合。哦，对了。现在更适合合家观赏。对，我现在收敛很多。哦，这什么反应吗？哦，是哦。我相信啊，他不知道怎么做反应的。哦，对。你在家里表演吗？你们的乐团有在外面表演吗？有啊，会。那有会去创作乐团吗？创作乐团。对，可是都是我写歌写完之后，然后给团员去。他们比较不会编曲，但他们就会演这样子。那你自己你会什么乐器？我会吉他跟爵士鼓。哎呦，多才多艺哦！好厉害！那个打的那个级别已经很厉害了吗？是可以来闹热带班的吗？对。如果万一他们都去参加其他，万一他们都去打其他高端歌手演唱会的时候，你是可以来代班的吗？我再努力一下。鼓可能没办法。鼓吉他可以是不是？没有，吉他老师 case 很多啊，俊霖老师。听说他在练吉他的时候都练到手流血呢。对啊，他一天练8小时哎，8小时牛吗？你没有对不对？没有，小康老师他们 band leader 要说话。没有，他是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弄到手流血。什么事情可以做家事吗？调音的时候，不小心割到。换弦的时候啊，被弦刮到啊。还有嘞，还有调皮捣蛋的时候。每次讲到这种是没完没了。好，我们来听专业的，好不好？老师来共评，来唱 Silky 欣赏。玉腾哈。参加了安多拜比赛哈，那个时装，你是在天上在评审啊，现场有看到你的唱歌的哈。其实这个种用客家，是公园因什么要把客家做成 rock 的东西，东西。那用乐团的形态来演出也没东西。那你的声音的这高频、清新、亮度，还感觉都不错。都不错，因为今天在这几集我看下来，今天算是卯足了全力啦。对，哈，卯足了全力哈。对，那可能你看头都点到。他上次 Sam 案讲还好了。因为给面的冲反了，配合老师这个本身点不好抓，打点不好抓，其实你抓的蛮不错的哈。在高频的话，大概有8、9成都有上，虽然有几个高音没有上，但是在拍子之前要给西北最重要就是律动不对。今天的律动大概对了9成，所以我说你今天有很认真在打拼啊，哈，可能前面那个压力也很大。哇，其实俺这边俺那讲就是说，其实有2个点要去注意一下，说，你唱国语、唱西洋乐都好，可它单音节它多啦，就是你单音节一个字的话，你可以处理啊，但是你客家好西音的歌曲啊哈，你要把它形成一个律动点，more简单。
那你必须要什么呢？就是人家哈嘎斯有一张是有2个字发音，就比如说我们日出东山，所以你们唱日出东山，日出东山其实不对的，就当意思嘛，日出东山，我们在客家话的语音只有字节底背，它本身就有高低音了。那第二点就，那第一个主音唱完的时候还有语音日出啊，你必须要日出，你的语音要留到这里，不能日出东山，日出东山，哎，听下意思嘛，就跟闽南语一样，就你语音没有唱完的时候，你第一个会把拍子给截断，第二个呢，你律动会不对，第三个你字跟字没有连接，啊，这个你前期系列哈，就是有这个问题。今天有改了一半的语音，但是它已经有形成这个字跟字的连接。要第一点啊，我要这个特别跟你讲的哈，也是跟其他参赛者讲，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你从客家歌变没客家歌，不是客家歌，或者你唱闽南语歌变成不是闽南语歌，叫白话的闽南语。就是你认为心中唱的那个客家歌或者那个闽南语的词，在我们听起来，你唱的是另外一个词，不是那个字，啊，这个懂中间。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今天很恭喜你，就是你今天在那个舞台上的眼神、动作、肢体语言有企图心，啊，那部分就是会成为你站到这个舞台很大的力气，这个很有力的力量。好，那希望就是说，是一个好配音，就是你的风格是什么，你就走你的风格就好了。哪怕人家讲说你是不是要挑战自己，你走点抒情浪漫，可以，我做抒情摇滚嘛，把你的特色展现出来。因为在比赛的舞台上面是要拿你最厉害，然后最有特色的，而不是模仿他人。好，恭喜，继续加油。好，什么紧张？哦，分数应该不差了哈。快去第六，可以啊，一停嘅分數。好。对，嘿嘿嘿，大家突然安静，真的，恭喜，谢谢。你干嘛这么那个害羞？那立动态吗？看歌啦。哦，看歌啊，我已经江郎才尽。对啊，你本来预计这集就要走了，是不是？我看已经不知道我在干嘛。对哈，就是突然第一次在节目这么放开，这么放开，哎，有听哦，这很好啊，你就是要在舞台上就要浑然忘我。中的主冲就会2种感觉啊。对啊，嘿嘛。我刚刚为什么在说在楼下面的时候，我说你要不要放 stand？ 因为他刚刚在稍微前面对一点点的时候，站着跟木头一样，呆若木鸡这样子。一般有需要的话，可以跟那个单位讲，非常需要，可以。没有啦，没有，我只是觉得说，哎，如果有那个东西，可能会。加一点舞台的那个氛围，这样子。你看他在舞台上唱歌常常这样，包括谁没晚讲这样子，然后这次这样。可是他每次歌一停之后，他就回到他的腼腆，他真的是这样哎。他在台下跟在台上是不一样的。表演的时间，对，莫汹涌，心莫汹涌。冲水以后，判若两人。对，这样也很好啊。也不错啦。对，这样，对，就表里不一的。蛮解离的，没有耸腿就是耸腿用的啊，下腿做起嘎嘛，嘿嘛哈，表演有表演的模式这样。好了，恭喜啦，恭喜啦，就是董国分哦哈，嘿，好了，下落嚟李小怡帶來夢。你了這什麼嘢？命將將衝動。这首歌我整个头麻掉，我麻掉了。冲的以后，真的，刚刚冲的以后麻掉，我不知道。尤其你最后一句，我要站出来的时候，哎呦，嘎铃顺。虽然讲他哽咽了啦，不过给迄青丝演给情感的部分。這什麼嘢？三望圖書，行一擺，張家的都好老公。你倆
只羡慕的爱困欠，下一摆曾情的都好条路，你俩只羡慕的命将将冲动爱，冲动爱。你俩只羡慕的爱如永世，下一摆将会等一下。你俩只羡慕的上到安家，希望你给么耶呀？你俩只羡慕的命将将。冲动爱，冲动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俩只羡慕的目标贴，目标贴归来的路。你俩只羡慕的爱记得，爱记得爱点滴俩灯。等归来呀！冲了同后堂哎，我跟你讲，哎，真的第一个这样子带动起来，真的。对啊，今天大家大敌压境，就是通通都拼了。哎，用哎，你这首歌我整个头麻掉了。哎，我麻掉哎。哎，我第一摆糖豆。哎。你应该唔系第一摆有人冲啦，燕凤一冲有冲过，唔过唔冲得清好呢。上摆主唱者迄咩有来过呢？優秀三嘿，有來過，佢本人來衝過，唔過我知道人同佢衝嘅完全冇共用嘅感覺，還有感情哦。比衝好像有感情，不要，動真搞真。他唱的很好，跟什麼動非常真的很感動，我是非常感動，被他感動的。你要跳過我地步看那個臉型，是不是會跟叫跟跟？啊？為什麼？做嘛？你是太多願望了。對啦，太多願望了，什麼太想達成了。係嘛？都係問佢先，你叫嘛？因為潘子家咁衝係老師，嘿，沒啦，因為應該阿婆 Q 顏值這樣子走的，然後所以，然後我本來原本想說在設定這首歌要怎麼唱的時候，我一直不想任何的選擇，不想選擇阿婆，因為應該記得。每個人都有阿婆，那阿婆好像是我自己心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可是，在找了半天之後，一衝我有一隻對象衝本給他，可以自己搞落來啊。所以就是在唱的時候，我就在家裡面一直說：好，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然後彩排的時候也。所以剛剛阿婆有附身。嗨，阿婆。嗨。MD 啦。衝了以後，真的，剛剛真的麻掉，我不知道。尤其你最後一句，我要站出來的時候，哎呦，嘎鈴順。雖然講他哽咽了啦，不過佢係青絲演嘅情感的部分。好。我可以繼續哭。辛苦了，老師。我可以繼續哭了。好，今晡日同伊從倆跳過曲哈，其實你給上係動，就是有訓練過係。走動抬桿，係嗎？所以你知道，因為像我們以前唱聲樂的時候，我們不用麥克風，我們就是要很大聲，對不對？它是訓練在我們在吐出來的這個氣是在一個
一个管道里面。可是聊聊够 Q 啊，他说话非常的多，所以我当初我已经进录音室的时候，我很害怕去听到那个呼吸的声音。可是他这个东西前面就是要这样。我觉得你前面还太震惊了，你前面非常理性，你知道吗？你是到了放到第2页这个摸不用嘿，你这个地方你开始讲话了，你开始那个气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后面第3句、第4句的时候，其实你整个情感才酝酿在这个后面，我才有感受到。前面你其实很理性，因为你有些字你还敢够冲到太短呢，就你把它切掉了，其实你知道怎么样让气息流动的时候，其实你要让它尾音就走掉。譬如说像等音下，你会去好像用一个喉咙还是你的软腭会去把它顶住，你就把声音切掉了。其实那样它就没有流动了。你让它走掉的时候，那个会更感人。它那个气会，那个东西是我没有办法形容，可是它会是一种你发自你内心想要把这个字唱出来的。所以我现在给你一个功课是，第1句你可以先讲一次，然后你再唱一次吗？因为它重复很多次，你先讲一遍。歌词是什么？你要加什么耶？张榜突出哦。你先用讲的。你要加什么耶？太理性了。你要加你到对你自己讲话，其实你不要想阿婆的话，你就是这些字，这些要给你的功课，就是你好像每一句都在对自己讲。我要认真读书，我才可以嫁个好老公。我要怎么样，你先对自己讲。好，你要在什么耶？讲话。你要加什么耶？上网突出，然后唱。你要加什么耶？你又回到理性。对，再一次哦。你要加什么耶？上网突出。你要加什么耶？上网突出。有没有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你拱法给世界，其实它有一些气息是你在唱的时候它做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反而到了那个啦啦啦啦啦啦啦那个地方，你走得冲下豆的，反而是。而且依你的功力，你可以做的起伏更多，你可以有更多你的情绪张力在这边呈现的。所以我感觉其实你走的跟原唱者会有不一样的一种表现，包括你在这些字句给你的意思，你听进去，你跟你自己讲话带出来的情感，绝对会有不一样的表现。什么先生？先生。赵丽欣赏，我会补充一对，你刚刚糖豆叫我赢的，糖豆叫我欣赏。係，我剛剛當然當上去叫，唔過你也試過叫弟弟從聽一百時間就叫，因為我用技術先生想法還冇強用，可能我你幾張禮拜我看到佢啲燈杯要跌下來，佢啲後台嘅時間，我們有給他很多鼓勵。雖然講佢少少嘅要叫，唔過我吃到嘅習慣都要當到嘅。差不多那東西還唔點樣用版型，我底下無助，我啲條數過看我突然我就忽然看到他回來了，回到佢自家嘅身旁，因為我知道佢當下係潛到佢自家，你接講，你按到禮拜，你自家喺馬山地幕，故所講現在數過曲，當然雖然講係阿婆，我知道我龍皮數先他冇強嘅觀點係，你啲唱拉嘅時間拉，我反而在你唱有歌詞嘅時間，我的感受沒有那麼深刻，是你在拉的那個地方暴擊了我，因為佢在真嘅你啊，你自家攏你自家心願都會稍微唱歌嘅時間，嗰種感覺係拍曬做得感受到嘅，你一張係真嘅你自家，故所講你做按到去做得唔到拍曬嘅時間，你一張天天嚟潛到自家，張由你專門一擺唱，譬如先生講，你哋做什麼嘅目標係那個地方才連接得到你的情感，那個地方是真的非常暴擊大家的，根本係不能當好的成績。加油！哇，還有兩位老師有不同的看法哦。OK， 這樣很好啊，是啊，各方的意見。分數會怎麼樣呢？會用版呢？好，來哦，看一下李修儀嘅分數。95分，哎呀，大家真的拼了，真的，对啊，
我要再哭一次，不会啦。回去哭了，回去哭了。你等下可以抱着他哭。你等下坐在秋玲姐姐旁边好不好？你去坐在秋玲姐姐旁边。他一下。狗很爱有忘词啊！你装蒜嘞，忘什么词啊？去坐好。你先去安慰他一下。你去坐秋玲姐姐旁边。他旁边。走的，你从你顺风。安慰他一下。因为我比较担心这次。秋玲姐哦，沙落嘅美面罩送咗未？半夜講嘅歌。好嘞，等我啦。相爱最开门，夜光中有心思，照亮海该顺。你的心碰都会准，可是你同一年不准记得记得，打开心门陪你。基本上就同我唱怎样变的歌呀，你们长得有一些的穷，细细的穷。她比较漂亮吧？哎，没有用过，各有风格，好不好？那讲长得有一些穷啦，谢谢。哎，有才华的长相嘛。曾雅君，对不起，你也很漂亮，好不好？东江啦，东优秀啦。有才华的女人。哎，哇，你现在高三听听哦，高三听听哦。然后还自学，去咖喱不卡好吗？然后一群人用哈自学。我黑去咖好，因为自学有分跟学校合作的，跟还有就是自己的自学，是不跟学校合作。我黑从来是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就是自己自学，没有跟学校。不用去学校。你啥年代不卡通？科贝我嘛该都会挨几个综合就基本教育那个教育局。哦，他会有评鉴之类的吗？对。哦。考试什么之类的。考试评鉴方式跟学校不一样，我不需要去学校写考卷什么的，就是我可能一些多元的活动，比如说我参加这个比赛我得奖了，然后不然就是反正就是一些很多元的评价方式，只要那个方式可以。那毕业以后呢，有拿得到什么学历？我们拿的叫做同等学历认证。那是什么学校或是什么单位发给你？教育局。教育部，教育部对，古时候自学嘿，从教育部申请就抽嘞。哦，你有没有想过自学？对，他有同等学历都得考太后嘛，超。这是为什么？对啊，为什么会想自学？因为当初我休学是因为我高2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还算蛮大的心理障碍，然后我其实也没有在学校遇到什么事情，但是就是突然。
很突发性的，就是没有办法作息整个乱掉，然后上课没有办法专心，心堂共发，就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状况，你如果一言以蔽之，对，持续了一段时间。我刚开始先请假，请1天2天，然后刚才1个礼拜。后来真的没有办法，我就去看了医生，就去看心脏就跟我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中度忧郁症，然后跟恐慌症，对。然后我那时候在学校就有曾经恐慌症发作过后，我就更不敢到学校。年度嗰本壓力係嘛？那麼年輕會恐慌症？誒，冇一聽哦。還有上癮咩？有還有上癮嘅受理好冇？真的嗎？你是像我們這種老人家，那個就會有時候會恐慌啊。你那是心律不整吧？對啊。老應該冇偏啊，年紀越大越恐慌呢。哎，你還有上癮親難講，真的哦，尤其係現在那個網絡時代這麼發達。懂得事情會發生，想象不到，是因為你家裡的環境的問題，還是什麼？不是我家裡，我覺得我家裡很健康，是一個健康的環境。但是我覺得那七個本幾個愛比跳胎，我是什麼事情都想要做得完美的人，就是對自己要求。你有點完美主義者，真的太高太過了。因為我那時候學校很多事情都是堆在我身上這樣。OK， 對。哦，你也沒辦法卸下你的壓力，這樣子。可能係不然用，我也沒辦法哭聽。這就是逃避啊。俩还解決問題好嗎？我現在已經非常的解決問題，那個，我覺得我已經變得解決方式不止一種嘛，越來越好，醫好了，哎，越來越好，不知道是不是醫好了，對。自學咩一種方式啊？俩他們青島人現在自學，東東人窮細，爸爸媽媽就皮用啊。嘿呀。哦，那我兒子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做其他事情，自學。他是喜歡自己，還是學？DIY。好嘞啊，聰說咧哈，談平常公平，欣賞公平哈，就為欣賞。我中文以後，可能講到自學方面，可能因為按用現自家啲啲學過嘅時節，可能有自家嘅方法嘛。我先講正經，你係當聰明嘅個數，對我嚟講，你算起來係按到個數裡邊度最短嘅時間裡邊度，你做得吸收所有評審以上本你嘅能力，還有本你想嘅東西，你完全吸收，而且你一點都沒有放過。我覺得呢件事情係我有錯講到嘅，因為你自家當天分，可能之前我記得講，你聽下到英文歌曲，嗰種用談英文歌曲嘅技巧係用幾種概念來唱呢啲客家歌。其實客家歌對譬如嚟講，咩係外國嘅歌曲，我覺得你運用得非常非常好。我想客家歌曲嘅唱歌嘅地位都有你自家嘅 V 嘅，不管係唔係唱鄭雅娟嘅歌曲，也係講，那麼有機會挑戰其他嘅歌曲咪強用。我知道你做得唱出。係，我知道佢做得唱出佢自己嘅面試。我想講有幾個地方唱得當好，譬如講，你講唱有心思，還有啲相機畫面度，你係故事嘅故事，你唱得真係當好。唔過我轉落嚟講，所以講你一下係你有啲位歌曲嘅個唱法，你是靠你的天分，靠你的天分唱歌。譬如講，你加咗模式，肯定愛，你自家替邊唱嚟強強嘅。唔過你自家可能自家音色，還有自家嘅有一點點那種小煙嗓的感覺，你把它分兩段，聽一邊冇成功，聽一邊有成功。我想等下我唱。當你喺線上教人用幫你唱高音，愛彈嘛？哦，非常欣賞。因為前面冇乜個缺點啦，線上教人用幫你唱高音。曾穎，我覺得今天這首歌我聽得超享受的。那有一些，其實我覺得你最難得的地方哦，就是你有一種自然的那種。常常在喉嚨裡面有一些小轉音，你知道那個很難呢，不是每個人都會的。對，有的人不會，他就會他沒辦法轉過來。可是他在你的喉嚨就是經過，你就在那個小小經過的時候就轉了好幾個彎，這個是很棒的地方。那這個對你聽西洋歌曲或者是在唱很多比較現代的一些歌哈，它應該是給你很多養分在這個部分。那其實我想要問一下，肯定愛那個地方。你有想過用假音嗎？我是第一遍，我是愛那個對。你下次那個愛轉假的時候，你一定要把那個共鳴在上面一句，愛跟愛不一樣哦，而且你的肚子要拉住它，愛那個愛也有肚子，愛是沒有肚子的，那個愛跟愛。是不是不一樣？
哦，你那个常常这样去练那个转换练习惯才不会这样就不行，听得出不一样吗？有对，所以你要去练习那个打上去的那个地方在哪里，然后再去做这些东西。你可以如何在那个假音的部分还可以 hold 住它，转这么多？那这样子在面对很多很高的音，也许本来的歌手他是用真音唱，可是你可能有困难，那你就要把自己的假音练到很前面又够亮，你就可以去克服这个问题。好，今天真的是很棒，谢谢老师，感动到我，谢谢而且我觉得你最棒的是，我没在怕，我其实很怕，看不出。而且你第二段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在唱的时候，你还带微笑，那个按照歌词的那个演绎在微笑，我觉得太厉害了。谢谢老师，很棒，加油！这个平常你看哈，如果第一个那个分数很低的话，后面好像就随便，很轻松啊，都轻松啊。第一个94分，他这个压力都来了。哈，这个讲真的，如果秋婷姐，你秋婷姐，小以前都不推动，秋婷姐都在强下来嘛。来，就讲基发的好嘞，唔要参加研究嘞，强下来看200分数好吗？哈？唔怕上一门呐，上一门呐。要不要讲一下这个退出感言？基飞有蛮黑啊，是梦秋婷姐。那先是梦，对啊，都先是梦。好，首先感謝你客家電視台，又製作了農業大旅台嘅節目，又幫你哋咧客家歌做得安尼發揚下去。對，你按都動到後從客家歌嘅音又咧平台來唱，我除咗當時夢咧客家電視台，還有集中音、古中音然，還按到評審欣賞，還有2位主持人。還有你樂隊老師鄧幸福，以後不會有這麼禮貌的歌手了，每次都跟大家鞠躬了。對。秋婷姐張都轉來好嗎？都轉來參加好嗎？好像真的他要送別了就對了。真緊啦，因為啲全部你下後生已經全部當分數張地啦，後生已經全部當會唱啦。所以我根本伊做冇表現咩稱號。你真的已經不簡單了啦。冇簡單。係啦，按鑼嚟呢。一唔係按鑼嘅啦。特別所有見比來也無來平時時常什麼嘢，你唔特別唱過本來你正經係講正經當鄉書，所以唱家啲後輩啊，我啲講。嘿，而家啲攏嚟講，先生啊，用版型，佢都厲害哦。行咧問先生講，我都那位做得唱得很好，我也講用版型。你喺我知道特啥特位參，特位參所以就都係容易學習嘅。真係。係啊，什麼嘢啲你係會留下很多歌，這個唔係挑戰青島嘅歌型啊。所以呢度咪講按強按鑼嚟，嚇按唔錯。沒啦，先主要是按要詳述按多年的時間，他還有感情。假年的時間，佢講用年啦，唔好講用新年。幾下年的時間啊，就是他還有感情。我相信，因為佢這種大姐姐樣嘅，佢所有來參加的朋友，他不知道送走多少人了。對啊，是真的。他也是看着這樣人上來下去，上來下去，你看他每一個全部都挺安好，按做帶點他個安尼，共同安尼哈，他個同歡樂安尼，對嘛？我為到兩條雙腿人樸素嘛，係嘛？秋婷姐真係非常的好。來，跟秋婷姐姐抱一下，抱一下。我也要抱一下秋婷姐姐。啊。對啊。看他了，看分數好嗎？第2部的當中，看他了，看注目的分數。比較不熟。那2個算的啦。一樣啦，謝謝啦。謝謝啦。你客家話是靠兩後生年傳承。真的。我們夠了啦。我們做的傳承啦。唱了6年夠了啦。你要給他加2年。冇啦，他們繼續唱下，已經咩個學搞會夠寫好唱。係啊，進來唱嘛，而家個單應該係問錯數。啱啱咧，我喺當到歌喂。哎呦，進來個進來啊！還沒記錯下意啦。進來比啊！真夠啊！真的啊，你唱了100聽聽。就會100抽動給我聽聽啦。好，好不好？希望先生，阿姨看下來看分數哈。來看下看一下，看也宋祖梅啊，來看下宋祖梅嘅分數。客台只要需要我，真的哈，到打殘廢的，努力，來還沒來，唔是啊，你唔是啊。
欢迎来参加啦。那如果没有通告费，你要不要来？没关系，唔怕啦，前一起加油啦。确定啊？确定啊？对啊，真的哦。嘛，该就讲无讲错。哎呦。向下看一下，看也加个分数样板。来看下宋祖梅嘅分数。恭喜祝梅 B 面成功！已经这么高了，还真的97分呢，动强哈！来，抢等松 B 面再报 V 哈！恭喜祝梅！再定久一点啊 ！B 面成功！也来到传统组位，报 V 正8岁，目前 V 面炸气管内来验庭，哎呀，快达标了，加油！哎，真的，7关和3关哦。哎呀，3关当基本过去就8关咯。哎呀，3礼拜唔是一张嘢咯，就过去咯。哎呀，加油啊，加油啊！拿到3万蕉嘅奖金咯。难穿的3万蕉啊！对，好，我们节目现在来了一位新的生力军呐。哎呦，董奇怪呢？对啊，看到见啊，吃到董奇怪。对啊，新朋友之前有参加过流亡国个。对啊，人家萝卜什么呀？哎呀，哎呦。你们唔敌吗？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干了挑战传统组，勇气可嘉，搞不好唱得很好也不一定。我听难讲啊，期待哦，哇！我听你罗文言讲法当然一听啊，那罗文言开玩笑。500年前也是，搞不好有血嘛？哎，画搞不好画那个滴血，哎呦，认亲是你女儿，是何姐。拜托了，以前在外面生的。好了，好介绍来评审欣赏哦，欢迎。李秋霞先生、苍永庆先生、林占一先生、恰奇贵先生，好了，欣赏介绍睇啦哈，哎呀，来，阿拉马上进行比赛啦。哎呀，也老欢迎啦哈，来自新竹关系罗菜有带来平板。好来，唐款后好上演咯。罗菜油。哎呦，这敬个礼，敬个礼。有吗？做什么跟敬礼？年轻人呐。哦，还有上瘾烟一轮冲的嘛，挑战传统走哎。跳，这个是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啊？佩服的一件事情啊！流亡族不会勾了参加传统组的嘛？想说挑战一下。实况啊，还嘛？哎，唱的还不错啊，很好呢。好像比流行组的冲的好。真的。你怎么那么直接？对，这是真的。哎，好啊。
你从做的练哦，嘿，你怎么会啊？你有没有唱？以前小时候有学过。哦，生时有好歌，有好歌。传统的传统有冇平板，平板听听哦，哦，单枪平板，单枪平板。啊，其他三国志都三国唔会。哦，古时候你们还有歌管给发，你就会一次冲平板，系嘛？冇，对啊，吃宽了其他挑哦。跟呀，目前单枪会创就会平板。哦。佢反而你高管你把怎么样？系啊，我用噶啥？所以你像虽然讲 KP 冇啦，有 KP， 冇一听啊，冇一听。他刚笑的时候还有猪歌声呢。他很真心的笑。莫怪我。为什么？他真心开心啊！你笑得太爽朗了。对啊，也真心心虚这样。哦，你莫讲好记了，人家有人唱，人家有人唱。不，people 啦，真的。真的。对，我们有心来练习懂好。懂希望做的注入新生力军啊，还有常也很从真的难得。真的，我佩服你的勇气，勇气可嘉，真的很有勇气。真的嘞，你只是今天有点稍微就是不自在啦，你紧张，有懂紧张哈，对，没有自信。你头前个平时欣赏看，啥都按用。我的国宝级的哦，对啊，光芒万丈，虎视眈眈的注视着你。树按用，卡的有毛宽，会痒。来啊，唐贡品来唱出下欣赏。佢最唱嘅就嗰個祖國生唱阿福講嘅，壓面啊 DNA 哦，冇一定喺外面的。哦，蘿蔔嘅哦，有可能，有沒有唱？有講，是靠這個豬歌聲來的，是不是？啊，他們佢唱個軟腳有啦，即講説講你個壓力太，佢必須唱起一些必須同你們嘅，壓力太了，歌詞現在掉啦。啊，你這個啲人家唱唔唱嘛？真的啊！盤古開天，你唱到盤古團唱嘛，係嘛？哎，呢個是都是有這樣用的分數啦，哈。啊，古代唔係古代啊，哦，古代強弱，古代哦，古代強弱。誒，你大事要注意哈。啊，你將你嗰一緊張，我就在後面就硬嘛。啊，其實我而家一猜。後台是要睇人講，其實你條件先好咧。叫上東江咧。上東江。你按後上就按講哦。你啊傳統方面，你啊當劇少，你按嘅後上嘅嘢。不見咯。所以今日你還有機會嗬過關哦，你繼續加油啊！繼續加油啊！加油。哦，加油之後嘛，你咬舌問題方面你要注意。哦，你唱歌本身就會嘛，你鍛鍊嘛，要會氣不會猜來吧。哦，所以你今日的盤古開天咧是開天，哦，像你開始當多年，我唱到開天啦，開天，開門開天，花開花，哦，你咬舌要注意，啊，你有基本的條件，哦，你繼續加油，我希望能夠今日能夠過關嘛，看後輩啦。哦，看後輩，意思係講後輩要發生乜事情就過關。都用你而他們入面啊，我終於了解了哦，什麼先生？所以你家要唱唔錯啊？要唱唔錯哦。你家是冇唱唔錯，發分數應該會當好對嗎？應該係會做得哈，哎呦。來，先看一下。先看一下哈，看一下羅彩瑤嘅分數。哎呦。91分。你看冇唱唔錯，加2點就93分。係啊，對嘛？哎，這個成績倆成績做得嘛？做得啊。做得係你睇上看後輩，發生乜事情？等下佢用力的唱嘅時間就立即一直在比白眼，他在翻白眼。好啦，你先去觀一下哦，看後輩哈。OK，好。希望做留下來啦。你看到後場人。講真的是很厲害，都難得，看到會歡喜。我歡喜呢，你會雀躍，哦，你就覺得哎呦，哦，好棒啊！你客家嘅後生人演繹嚟接受。眼毛誒，係冇，阿姨神這樣好。眼毛外生，外面生的。好了，撒下來。撒來從裡面帶來平板。平款啦。
哎呀，里面泰国，对吼，哎，里面泰国，上摆有讲过哦，你特别安尼特别大饼，还有买到一间屋嘛，对嘛？一间屋错。哎呀，嗰间屋係主人啊，平人。平人啊。平人哦。迄店面呀嘛个。面，该住家啦。住家哦，住家冇乜個錢，係。冇錢啊！有啦。迄個嘅捷運站附近的話，哦，咁樣租迄落咪千多錢啊？冇個捷運站附近，咧也較特別租冇嘅，水務千貴嘅。水當貴呢，係啊，對啊。起點好嘅話。也有一道建木嘅。我做計建添。做計建啊？係啊。啊，佢帶咧。後生嘅是只賣建築真強嘅啊。哦。家用假錢賣。誒，你大伯都從花蓮來嗎？係啊。你喺帶有利嘅片嘅冇？帶福利。哦，福利嘅片哦。因比上一擺去推動海鮮嘅時間要讀到。要去唔過冇參加海鮮啊。你嘛參觀你看。係看係。哦，難得都推動海鮮啊。哦，唔講係做地下廠嘅啊。嚇，記住啲俩比咧啊，估數冇海鮮。地下比咧啊。你觀摩咗，也去注意看呀，有那個對數誒。誒，幾排嘅推動海鮮都超厲害呢。全部都厲害。哦，全部都厲害，衝得以後。哦。係啊。冇想到。嗰邊可能大家好山好水啊，做咗得實。即係衝過心情好啊。係咪？有可能啊。很多錢都嘅東北蟲嘅。全都當回蟲啊！全部會衝喺都去邊？冚掹來，冚掹來哦！你多介紹啊！係啊，鄧哥館以後啦，鄧哥館過來啦，好唔好？坐等好，好，衝上嚟來搶高中先生，好，公平一下。陳先生今日創業平板吼，算到平順啦，現在都講啊，老實咧，老實咧，個強頭依個吼算好，但是。假使係講特別要注意嘅吼，清明嘅臘月減節嗰隻減絲，家下有多少嘅唐突一下吼。頭一隻絲嘅減絲當好，嗰隻減絲冇問題，但是臘月減節嗰隻減絲有多少嘅減絲有多少唐突啦吼。另外。下一擺吼，可能要比較注意就講，有道是嘅上面啊吼，無按嘅安尼，多少會有走辣嘅感覺。可比講自己嘅萬山上見到面方就無按順，天氣是洋洋嘅洋又衝嚟以後啊嚇，嗰個天氣嘅風貼蓮花，嗰隻法師沒有乜重要。留嗰隻上司嘅面中央，多少嘅咩糖到咩按乾朗啦，就本來糖到講哦，人家有走啦你嘅聲音出來，其他以後啦，加油啦！
哦，安是早拉屎，好好保养啊。哎呀，多喝维他命 C 啊，按多个柠檬汁做的是。多喝冷哦，柠檬 C。嘿，清好保养的东西。来，看一下这个。哦，看一下陈里面嘅分数。好。943冇問題，冇問題，係啊，小可問題。對，上禮拜嘅你主要先生唔係講唱歌嘅姜片片嘅嘛，係啊，啊，對啊，落枕嘛，係啊，落枕啊，咯，失枕係嘛，失枕，咩講？參考中有講。錄音結束以後，人特別行過來，落枕啊，客家話用嚟講對嘛，我講係真係唔對，失枕。湿疹，嘿，哎呀，你講嘅嘛意思？我說濕疹嗎？濕疹不是我們胯下那個胯下癢，胯下癢要踏一個步，一個步，啦，一個步，我手裏兩個枕頭，對啊，哦，濕疹，嘿，失去枕頭，失去枕頭了，濕疹，哦，濕疹，唔對嘛？唔知個點？唔對，唔對哦，哎，你根本學到咧。對哈，他還記得哈，落枕都濕疹，係，唔係你上一擺講嘅嘛？姜片片是那個很驕傲嘅意思啊，姜片片係你啊，娘，跟人哋姜片片，哎呀，係濕疹，啊，噔，濕疹 ，OK。現在你調下來每日一次嗎？每日一次。哦，什麼李美先生，謝謝。好嘞。好，要。好了，沙下啦。沙落去用力帶來落山歌。好嘞，躺啦。山歌，秋開聲云音枕哦，表示講根本也有準備，也有備而來。有唱唔唱嗎？沒有，沒有啊。應該冇。有自信哦，今天哦，剛剛臉。係啊，條下痛到才有病。不要這樣啦，我臉本來就這樣，你要這樣不是，我剛剛以為你生氣的臉。哦，唔會啦，他很大氣。我一天到晚我都笑眯眯吼。唔會啊，唔會啊。用腹嘅肌吼。唔重播一下。唔加葱嘅落山歌，個面當粗啊！佢不用感情，好冇？哦，喺感情。係啊。我唔不用感情。咁會面粗，你條下粗得嘅片面較粗啦。中國唔。
过来纽约很多摆咧，参加很多特别计划，好够清好啊。今日屯呀动作其实个不卡呀。今日周青都牺牲咧，假摆个特别计划，伊都会扮丑。哦，对，是为了我们节目牺牲很大。没有关系，客台只要需要我。哦，真的哈，到打残废这样，努力以赴。来还没来，不是啊，你不是啊。欢迎来参加啦。那如果没有通告费，你要不要来？没关系，唔怕啦，前期去加油啦。确定啊？确定啊？系啊，真的哦。那该就看没风险。哎呦，好霸气的发言哦。好，那孟达。以后他车马费都省起来，省起来。我们喝茶。对，有录影存证哈。好，我们杜哥也在。杜哥没出来，你讲，真给调价抽那个片。对，我帮你省了1350啊。哦，不是1450哦。通常这样讲，然后这一集就回去了。出没他100。没有啊，特别节目还是冲得清哦，开玩笑，冲出来抢占1、3公平哈。来，一路来哈，上礼拜啊，老2礼拜是猜出田角梯啊。哎呦，啊，你上礼拜去创嗰啲电话，就讲扑了，人较冇注意到嘛，当久冇来创嘅。所以咧来到hier会有一种上手嘅一种感觉。啊，你下。羅山歌有冇共樣？其實羅山歌算起來係比較較難度較高一些咧嚇，因為今日唱嘅係當真版嘅嚇，4-3-2-2-3嘅方式去發音。但是哦，問題係乜嘢啊？而個薄力嘅發聲嘅力度嚇，續航力啊，你講嘅上線嘅續航力唔拉。都好不起，唔專一彈唔就會跌嚇。因為有啲人講嘅嚇，啊聽力薄力唔拉起，就會按原聲嘅，啊，力數唔拉哈。所以你要注意兩點，其他嗬共鳴音啦，因為唱出來起嘅嗬，即係愛唱山歌，你當個音就我嚟。我曉得嚟到嘟好啦，啊！你係我本嚟就建議啦，我相信以後再繼續下去哦，會進步當到。什麼意思啊？係啊，什麼？表示講2個禮拜表現好。哦，來，看一下佢嘅分數。看一下楊麗儀嘅分數。嚟。对，那不能抽奖的这边。对呀，因为他的状况哦，真的是难以捉摸。有上时有懵死，有用的。不电。的。其實都唱得清楚啊。哦，上音後頭。其實你上禮拜唱嗰條咪唱得動哦，就會跌板。用情吐字啊。對啊，咪動用咪多啊。係啊。哦，好了，他100面冇出了。金杯啦，什麼難知識？開玩笑啦，什麼例子誒？好啦，沙落去主興奮帶來平板。好啦，彈個啦。你表演哦？對，去3個國家：維也納、克羅埃西亞跟布達佩斯。哇！去23天。你是什麼？那你出錢？老師有補助一點，然後我們一個人是出7萬塊。哦，你7個人會出錢哦？會出錢。哦。應該去找像那種百大企業的，很多那種大企業，他們都有文化類的補助。那我們要找時豐基金會。沒有時豐基金會。山高
懂用书呢。对对，你啊唔会创啊你。哦。你个前面你看咯，你感觉诶，就感觉较大些嘅望风族嘛。声音咩唱？系啊，较大些。做乜喺假讲俩字？我冇讲较老啊，俩讲俩。较大些地位吼，望风族。本来就较老啊。诶，唔过年纪迄讲又较大。啊，声音又安详，哎呦，正经动力可以。对啊，对对对。系嘛？哎呀，真的要啊唔会创啊你吼，反正特别有运通诶。啊。好运通。好运通，你做乜嘅运通？哎呀。慢跑啦。慢跑啦，行路啦，也超慢跑动力流行嘅。哦，慢跑也係超慢跑。甩手了掉。哦，都有係啊。天啊嚇。可以北山冇？騎山。喂。你可以哦。哦。可以騎乜嘅山？嘅水門山，呀，用電筒。佢盡頭山一天等於我衰冇啊，係。啊，平常時只去哦，每日都去哦。誒冇啦，冇。係啦。哦，禮拜去到拜。用電筒親人共發。不是，冷氣好。冇啦。哦，這樣動還不錯。係，你唱做誒，嘅係相片呢？哪個相片？嘅條阿姨騎山嘅相片啊，還要給你比個讚。三貂角。哦，三貂角會順啊！他為什麼比中指？他哪是比中，他比大拇指，人家拇指壞的呀！三貂角我都聽過啊。哎，三貂角一定哪的？你東北角嗰片嗎？貢寮啦。哦，貢寮。貢寮。新北市啦。哦，跟他有一個燈塔，係嘛？係啦，住喺哦，對對，我好像去過，我去過。啊，同你朋友。MV 在那邊拍過。係啊，你看嗰片做好嘅啊。哦，有看到。嗰最高嘅啊。哦，啊，用今後啊，保持運動嘅習慣。要到山咧，應該冇乜困難吧？還好吧？哦，邊個喺好山係冇一百哦。係啊。哦喲，真的啊！你講啊，哎呦，我冇法度哦，我冇嘅，我啲電咧，好咧。啊，你還沒累啊？我又沒有在幹嘛？這樣有聽同意下聽聽啊？不要逞強，有些咧不要那麼逞強，好不好？係特咗上咗做30分呢。做乜嘅做什麼？慢跑。慢跑30分。哎呦，正經做出甩手300下。你是真的會，真的就是。正經啊，原地呀，原地哦，那就超慢跑2種啊，去衝2種。身體力行，每天就是這樣子走。哦，按用步用甩手300下啦。哦，還個扭頭啊。哦。扭頭啊。轉頭啊。保持運動嘅習慣。腳腳哦。全部愛啊。哦，全部一組啊，用周去了就抽嘞。哦，他是要看天時間沒做的春沙洲一下。當日固定那樣。沒有一天落掉。冇一天落掉。落水啲木度咗啊。係啊係啊。啊後天都木當啊。哦，跟那哦冇。啊，用青後，用青後。青後。運動青後，對衝狗咩？冇做不艱苦呢。對對對，活動，活着就要動啊。你看天時這種比朋友做得做啦。對啊對啊。好，從實來搶幾個欣賞的公平一下。好。阿芬姐按拄好，雙禮拜記得要同評哈。今尾創業過嘅，唐山嚟有較正常的，或者是冇錯，冇結聽。啊，今尾坦白講哈，佢講夾個事啊，創了當親啊，哈，有人做了親緣，哈。啊，那個省啊，夾個省哦，也坦白講發揮都相當好，可能也真是對運通有係你有影響哦。基本腳啊，嚇，老家嘅運面，這個省也有見到，但是有一點就可能要注意下，打錯唔係打錯。打錯打，一隻打是係入聲音嗬，當當然我唱到打錯了，唔係打錯，打錯了，打錯，嗬，同嘢事嚟拗較爭到啦，我相信係咪對人係會成績會越來越好，加油！師傅先生，哎呦，分數厲害喲，來看一下，看一下。哦，看一下主審判嘅分數。哇！幸福呢，冇電用人的呢，對啊，一起關的呢，做新聞記。哈哈，冇該，冇該。
亲戚杨亲还多。哦，什么比年轻还多？冇啦，佢讲我同阿亲戚讲啦。哦，用甲亲戚带我个表。哦，卖自助餐那种。嘿啦，佢讲个钱拿出来，我向阿叔个嘛。嘿，阿叔好，阿叔好。哦。哦。哎呦，恭喜恭喜，就是唔分动功。对啊，吼，安尼啊，可能给下一集可能压力动态了哈。不会啦，你吃演表演就好了啦。你真强呢。好，按先坐等，先转一遍，然后坐哈，下礼拜再聊哈。好了，沙下来。沙来，来燕婷带来三个字。好啦。对，动轻松也太有自信，哎呀，从这压力解除，嘿嘛，对，还是你要出国出去玩了，所以很开心，因为要去欧洲啊，欧洲，你有没有播？你表演哦，系啊，你表演。欧洲嘅海，係上啲中文嘅。欧洲没？欧洲嘅海哦，你表演哦？对，去3个国家。怎么那么好？对啊，欧洲去哪3个国家？去维也纳、克罗埃西亚跟布达佩斯。哇，去23天。那谁出钱？曼颖出钱。老师有补助一点，然后我们一个人是出7万块。哦，你7个人会出钱哦？出钱。哦，你为什么什么都要7个出钱？你看你上次办一个什么毕业展，也要自己要出钱。毕业展係英國嘅啦，一場係都係自家出錢。啊，像這樣去你們去啊，大傻一傻出7萬，7萬是多少？大概10幾個。10幾個，那要家裡環境還不錯的才可以去。對。對啊，還要自己存錢。那如果家裡很辛苦的，那就應該沒辦法去，對嗎？就跟他說，我們下次再來。哎呦，真的哦。那萬一他家裡很辛苦，但是他很有才華，他條件很好，那他就沒有去表現的機會啦。不會，唔會哦。哎呦，這什麼學的？這可以找羅哥嗎？啊，可以嗎？羅哥？對啊，資源那個有才華還有嗓音，應該去找像那種百大企業的，有沒有？有啊。青島嘅企業有贊助，你像比如說長榮文化基金會啊，這種啊，因為他要贊助這種的，對啊，金車呀，很多那種大企業，他們都有文化類的補助啊。那我們要找時豐基金會，沒有時豐基金會。對，看有沒有朝一日，我靠，如果有基金會。真的，那基金會被我們會為你的雕像揭幕，這樣羅時豐的雕像。如果有基金會，基金會被我掏空了。你自己掏空自己基金會做嗎？開玩笑。哎呦，你是什麼？好好表演哈。好，我表演問我一個人看，係冇？誒，你係客家音樂嗎？
嘿，客家用客家用安尼斬毛，有蔥膏，還有奶蚬。矮蚬啊，你咧做嘛？蔥膏矮蚬都有。都有。啊，你好好表現哦。啊，這個充滿客家言堂嗎？也係外國言堂。外國人。外國人哦。喲。唔係客家用錢哦，唔係，哎呦，就是宣傳我們客家的文化。那客委會或是文化部有沒有補助？應該有吧，應該是有啦，多少應該是有，都是有啦，因為要跟他們申請嘛，申請說我們要去，就演客家的文化。模擬是3年呢，對呀，對呀，有些壓力，加油加油，那希望你好好表現，為客家爭光，好希望你玩得愉快，平安順利的去。表演平安順利的回來，好唔好？好 ，OK， 來。總說咧，請手下先生公平哈。我看阿鳳老師呐，當先生，當先生，宣揚客家文化到外國，非常好，好。不論你乜個族群，安尼客家咧歌謠，尤其啲安尼客家人在台灣，400人萬年，但是安尼客家歌謠唔會屬任何族群嘅歌謠，啊。所以你哋後生像今日菜乜嘅菜油啊，然後煙田啲個都後生一邊，非常好啊，我繼續傳承嚇，你講薪火相傳。煙田建廠是建進步啦，我個台風非常刺眼，唔過行咧一兩年有點有，缺點行咧一兩講，而家為嘅學一個節咧，你牛絲非常多唔錯。哦。非常多，你注意，你唱歌時，成日是牛章來，啱章來，嚇。世上人生幾十年，唔係幾十年啊，幾十年，幾十年，十同時一再合起來，嚇。黑油唔係黑油，黑油黑毛種油田，係油毛嘅油啊，唔係黑油。哦，你看老師，平常儀式咩儀式？儀式，肉生儀式，是唔是？儀式，咩儀式咯？哦，隨緣好，唔係隨緣好，隨緣好，當有緣嘅緣，曉得唔係曉得，曉得唔曉得嘛？啊！你將呢司機嗬，啲牛絲牛踭咧，你非常嘅傑出，客家人非常傑出喺後生入邊，嚇。所以我希望你喺講出外去表演，你牛絲牛踭咧，我個人一睇咧就，冇講有人講啊來到幾天，我來到幾天，嚇唔錯嘛，我來到幾天啊，幾天，我記得牛絲，你阿少你唱歌嘅基本嘅條件啊，加油！哦，先生，老師部分，唔哋會樣樣都加升級嘛，嗬？唔啲咧，係啊，先搶興奮劑，來都不同，開講啦哈，要看本書咯。對，等陣同時咧，就拿那菜油講老夫什麼誒？對啊，過來報名啊？係咪？唱歌其實今後呢？他會越來越漂亮咧。係啊，這銀筒上都有些窮呢。真的嗎？係啊，我現在這樣子。覺得突然轉換了，色有些窮呢。我們真的要不要驗一下？看他持續在給了戰績。真的啊，下次有機會再來了，好不好？哈，一聽到來啊，哈，等哈，好 ，OK。什麼才有？好，那用就來看來煙亭嘅分數。哇！是咧，95分，用一筆面成功。搶煙亭，登上連名面在保庇，目前8關恭喜。啊，8關。
点，数字渐渐，你头发洒落有门前，一蕊一蕊发发了，天天如水对爱笑。发听鼻炎炎，看电影讲讲，从沈阳韩国西门路，一双一双按袂做，一点清风来问候。爱有梦，梦中有个人，书中给发发了，偏偏拄黑你。爱相比，穷卡比，数牵数，比都严严定定，并转比上天，比上天。发听鼻炎炎，看电影讲讲，从沈阳韩国西门路，一双一双按袂做，一点清风来。